三甲祈祷。疼痛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已经安静阮的心，阮已经伫遮要听主你的话。你的话是阮心内所欠缺。有你的话，要阮行像上帝你爱阮行上界水人生的路。所以恳求你开启阮的心，因为阮知你是阮的道路、真理、甲活命。阮若失落伊，阮就无点伫基督。阮若失落伊，阮的快乐是虚假。阮若失落伊，阮是伫做世间的代志，毋是伫做上帝你爱阮做的代志。阮若失落伊，阮逐项所做无照福音。愿上帝你怜悯阮的亏欠，补满阮的欠缺，互阮大家谦卑伫主你的面前，来领受主你疼痛阮活命的话。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我有机会来伫遮讲道，我家己嘛直直咧想，要用什么来甲咱参加伫礼拜中间来分享上帝听到恩典。我已经退休7年久，伫7年的中间，有到真侪教会伫遐讲道、培灵、查经、做聚会，有差不多10几间。我有每一间去，甲牧师、甲长老执事、甲信徒交陪中间，拢有得到学习侪。嘛，搁较知影做一个传教者，应该来做一个怎样的传教者。已经年老，我今年76岁。我拢甲我的牧师娘讲，都爱做一个古锥的老人，嘛爱会晓破病，老人会破病啊。破病的时阵要安怎破病？毋知恁会晓破病无？要安怎破病？因为我互一个人的一句话感受，我去访问一个伫日本大阪访问一个96岁的妇人人，已经倒眠床8年久。我讲阿婆真辛苦吼，讲袂啊，我倒伫青树的草坡，哇！恁会晓讲袂？上帝啊，哪毋带我转？人拢无，我倒伫青树的草坡，非常的水，一种的信仰的告别。迄句话拍动我的心，我讲我要安怎活？因为我的中间会破病啊。我是团福会的委员，一年一摆的团福会年会，阮拢做伙聚会退休的无传教者服务做伙，拢350-360个。但是阮开会礼拜了，随时有追思会。一年的中间有牧师娘，若上帝带去的，伫遐做追思。平均1年10个啦，1年10个。有当时感觉讲，大家讲明年再见吼，已经结束讲大家明年见面咯。讲上帝怜悯，
臃肿的，无拄食一年啊！你知即马伫，因为阮每礼拜拜五我去总会做义工，学帮写什物？哎哟，一寡少年牧师呢，12指肠生癌末期，40几岁。阁有一个本来真勇的，讲伊是尿布腺癌未开刀哩啊！伫遐一个讲，伊的肠啊，另外一个毋12指肠，另外一种肠啊，已经断对关去啦。第17，即个牧师娘要求生瘤。上帝调转去啊！迄旧年我拢有跳，你知无？所以伫遐想着讲啊，上帝是要带我转去，我拢教阮的老人团客，要安怎老，要安怎活，要安怎病，要安怎为主做见证。我想这是一个真大的事实，所以我。伫即款60、70间的教会，拢有甲信徒话，拢有真侪好的见证。嘛听真侪信徒对真熬吟的诗歌有真大的感触，真大的感触。咱的教会嘛唱了诚水。近来我忽然间，我有倾向另外一个路线，有关心一寡大陆的留学生。伫日本，去年大陆留学生伫日本有120个些咧。为什么？人几若摆要甲我出机票去大陆，讲我袂去。阮查某囝讲：牧师，爸爸，毋通摕钱去大陆用哦。你就知影意思啊？宁可就派较侪，因为人学习道理，等于做见证。所以遐些咧拢爱签名，我等于要为主做见证。拢伫日本、台版、名古屋、広島这3所在咧造就，因非常熱心，咱得袂着。伫遐咧读册。咱爱知影，我做2日转来，我19倒转来拜师，所以咱的题目我找5道，我找4道，互咱的干事，因为我找5就去日本，因咧追求道理，毋是咱即款的，问到底，直甲你问，因为遐拢是咧读硕士甲读博士的，因为伫大陆若无竞争。大陆若无竞争，袂通得到奖学金；大陆若无竞争、无特色，袂当走入去公司。所以因一个代志拢竞争，逐项都是竞争，连信仰嘛竞争。我毋知咱教会有基甸会啊无？若有恁甲我讲，我要拜托伊。遐个人读圣经非常的迷乱。2个月新旧约都甲你红青的规本拢画了啊！真正咧读，真正咧修。人因拜四，大办生命堂拜四半暝11点半做礼拜，12点半结束。有偌济人？有10几个。为什么？伊留学生拢有去打工，因为要多记，所以去餐厅煮多记吼。11点结束，洗身躯了，11点半来礼拜。礼拜日袂当礼拜。迄若咱台湾咧，无法度啊，无输。都多子就是安尼啊，多子的生活就是安尼啊。伊毋是无输你来啦，咱11点半礼拜，12点半结束。迄款的追求的心，台湾我看无。咱台湾来请来礼拜，拢有理由。因无理由，我一定礼拜。要来礼拜，正宗我惊着，拢正宗无人穿衬拖的。
讲我要敬拜上帝，要穿互上帝看。咱台湾要有穿牛仔裤，你知无？无人穿牛仔裤。因讲要礼拜，心爱变，就要正宗。我要奉请就正宗，安怎去礼拜无正宗？哦，我看一个，咱要真拍拼咧，台湾较好嘢咧，但是爱地，因爱圣经，要分互人，因无。我叫日本的基电话讲，你若有圣经，咪来送一寡互遮个大陆的留学生。伊讲，阮日本的基电话是用送日本的圣经，无送汉语的啦。我转来台湾讨。然后基电话请恁一寡100本、50本拢不要紧，温钱阮家己出，送一寡互因去读。因即马在学咱迄落汉字，因拢简体字，因无欢喜。讲咱的即款字较有意思，逐礼拜在学读咱的圣经，毋是简体字，简体字。我讲遮，我伫遐去几若遍，有一款的感受。所以我今日用这题目，我甲遐个无圣经的，要传到兴互遐个同学的人，真爱要有圣经互伊的，我甲伊讲，恁静静听候，上帝甲你陪伴。我做牧师，1966到今仔日，伫牧师的生涯，就是静静听候。因为我的班长对耶和华来，上帝给我陪伴，真好的忠职，真好的同工，真好的信徒，所以互阮高雄教会伫遐30万年久，拢无分裂，拢同心，拢无分派，拢三甲做工，静静听候。这是我伫咧听候。嘛拄着人权宣言的时阵，牧师的困难，静静听候。我2个查某囝，我拢也无甲阮查某囝讲。忽然间人权宣言了，我2个囝成绩拢是青红字，无迄个青的。阮的查某囝音乐足好，讲逐项无及格嘛，袂要紧。音乐甲煮48点，国中1年就要12啊呢，大汉拢啊呢，安尼讲音乐是48点。我行到倒位得到倒位，我嘛毋知，我也毋是总位，也毋是中位，我嘛无拢讲无讲政治，嘛是底调调。我查某囝调文化大学，笔试过，讲考试袂过啊。我的囝则调着真研究伊，是真家专家在，遐几若个基督徒是教授，啊无伊嘛免读。毋过上帝，我甲上帝讲，啊上帝啊做牧师囝足可怜的，你知无？静静听候。哎呀，我听候，听到尾，阮查某囝去美国留学啊，我嘛无出着钱。我第2查某囝去多伦多啊，我嘛无出着钱。连飞机机票都人甲阮出咯，会上帝陪伴，比阮家己较有。上帝赏赐，咱无法度拒绝。静静听候，有信仰的人只有静静听候。静静听候，你会当看见上帝。我即马伫写一篇，要用看见上帝所在伫倒落。要用看见上帝所在伫倒落。我伫今年9月13，